歡迎收聽由約多斯出品嘅穿越玄幻類修仙小說《洪荒之人族興起》，作者金徐徐大王，主播男聲約多斯，女聲求其是但。歡迎收聽第83章。話說洪荒世界自巫妖大戰之後，兩族嘅精銳高手一次過冚唪唥瓜 Q 晒，先唔講啲咩大羅金仙境界，就係太乙金仙境界嘅修士都冇剩幾多個。原本勉強稱得上係高手嘅金仙修士，突然之間就變成咗中堅嘅力量。等到呢一批金仙境界嘅修士突破到太乙境界，成個洪荒世界嘅修行界先會重新鼎盛起身。只要上升到大羅金仙，發下夢就得啦。呢個太難啦，所以須提道人身為準提道人斬出嚟嘅善師，先至會偷偷地咁嚟到洪荒嘅偏遠之地，偷偷地咁樣導一啲資質唔錯嘅生靈去西方搞，為咗西方增添底蘊。喺連山山脈赤下山，姜石正喺度用金烏嘅神血灌溉住赤燒神棗樹。呢陣時，呢一株後天靈根嘅赤燒火棗已經生滿晒枝頭，每個都極為之飽滿同埋晶瑩剔透。每一粒果實嘅入邊都好似孕育住一個小太陽咁樣，神光閃耀，蘊含無窮嘅威能。呢株赤燒神棗經過姜石嘅悉心栽培，比之前嘅樣好得太多啦。成千粒嘅果實密密麻麻生長喺樹枝之間，遠遠地睇過去，好似一片燦爛嘅星雲咁樣。姜石哼住歌仔，佢而家正喺度等住呢啲火棗成熟，到時就可以豐收唔少嘅果實啦。無論到時用嚟釀靈酒，定係俾人族提升修為，都可以得到極為之好嘅作用。但係突然之間，姜石嘅身後邊傳嚟一道帶住微笑嘅聲音：呢位道友，貧道又嚟咯。姜石打咗個冷震，個心都嚇咗一跳，法力即刻穩轉咗起身，小心咁樣戒備咗起身，可以喺自己冇任何察覺嘅情況之下闖入自己嘅洞府，仲要出現喺自己嘅身後邊，咁嚟嘅人嘅修為就必定唔低。而家唔知是敵是友，有咩目的嘅？姜石調整咗下心態，平靜咁樣轉個身過嚟，抬手行咗過嚟。唔知道友嚟到我寒舍呢度有咩事啊？姜石偷偷地睇咗下呢個人，出現喺佢眼前嘅係一位面帶善悲笑容嘅道人。呢位道人着住一件有啲破爛嘅黃色道衣，平平無奇咁樣，而身上邊冇任何嘅法力嘅流動，就好似一個普通人咁樣。特別嘅係呢位道人上邊嘅面一直都係笑住咁嘅款，但係佢嘅表情明明就係善悲咁嘅款。喺姜石嘅心入邊，突然之間浮現出一個完全唔相干嘅人物啊！燃燈道人。因為呢兩個人嘅笑容極為之相似，都係嗰一種明明喺度笑，但係笑嘅嗰個款卻笑到鬼死咁賤格。所以可以肯定嘅係，眼前嘅呢條撲街道人肯定唔係啲咩好嘢。但係下一秒，面前嘅呢個道人講出嚟嘅一句話，令到姜石嘅菊花一緊，爭啲谷到佢啲尿都飆出嚟。貧道乃係須菩提，見道友同我西方有緣，
所以專登嚟請道友隨我往西方一聚啊！呢個黃衣道人好客氣，雙手合十，所講嘅話就好似請姜碩佢食個飯嘅咁簡單。我仆街佢話須提道人，仲話我同西方教有緣，嫌你條蕉啊，嫌含蕉啊你！姜碩都覺得自己好黑仔，自己明明只不過喺屋企度種下樹咋嘛，點知會遇到呢一條咁嘅友？真係屋企度坐住個禍都會喺天上邊跌落嚟。須提道人又叫菩提老祖，而佢就係後一世嗰隻馬騮仔嘅師傅，而後世嘅人都猜測呢一個人係西方某個聖人嘅化身，唔係嘅話冇可能喺短短嘅7年嘅時間入邊教出一名齊天大聖出嚟。而家嘅姜碩可以肯定呢個菩提老祖真係西方教嘅人，但係問題係點解會揾到嚟自己呢度呢？姜碩而家都唔知點算好啊，面上邊都唔敢流露出嚟，淨係客氣咁樣應道。須菩提道人，你講笑咩？我邊會同西方教有緣啊？道友，你去揾其他人啦，揾啲有緣人啦，好唔好？而須提道人就哈哈一笑，有緣人就最安全，何必去尋找其他人呢？道友，仲唔醒嚟？講到最後一句話嗰陣，須提道人已經用咗西方教嘅獅子空撞。呢一句話就好似當頭一喝咁，震到姜碩個腦都嗡嗡聲，神魂都差啲被震盪咗起身。同時姜碩嘅腦入邊一句唔停一句咁重複住：道友，我願意依附西方教。道友，我願意依附西方教。道友，我願意依附於西方教。每一聲都直接震入到靈魂入邊，每一句就好似雷霆咁樣，令到姜碩嘅心神都失守，爭啲就嗌出咗一句我願意。就喺呢一個關鍵嘅時刻，姜碩話入邊嘅頂級先天靈寶伏羲琴突然之間一道琴音直接衝入去姜碩嘅腦入邊，將佢由呢個洗腦嘅魔音入邊解救咗出嚟。姜碩單手揞住個頭，發出一聲痛苦嘅呻吟聲，眼入邊終於恢復翻清醒。姜碩即刻睇住眼前嘅須提道人，凶鬧道：你暗算我！須提道人眼入邊流露出一絲嘅可惜，但係心入邊更加堅定要將呢個姜碩導入到佢哋嘅西方教。但係佢嘅面上邊卻係和和諧諧咁樣，雙手合十講道：道友，講笑啦，貧道淨係問你一句，邊係暗算你呢？而須提道人點解對姜碩勢在必得呢？一，人族冇咩大嘅背景，就算係人族創造出嚟嘅女媧娘娘，明面上亦冇對人族有啲咩關心。二，姜碩作為一個人族，冇任何嘅勢力嘅支持之下，竟然可以修行到太乙境界，咁真可以算得上係洪荒上邊嘅精英。而由此可見，係一個大機緣大氣運之人，所以絕對唔可以錯過。三，就係須提道人唔知點解覺得呢個姜碩極為之重要，似乎西方教得到呢個姜碩會有天大嘅好處。雖然須提道人唔明白呢種感覺究竟喺邊度嚟，但係都係決定快快脆咁樣度化姜碩。
所以開頭嗰陣見嘅第一面就直接用咗佢哋嘅西方教嘅司空神通，準備就諗住將姜石一夜就度化。姜石而家嘅心入邊都好嬲，如果今日唔係有伏羲琴呢種琴音嘅話護住自己，只怕自己就會衰喺呢個須提道人嘅手上邊。佢強忍住心入邊嘅殺意，姜石好清楚自己係打唔過呢個傳說中嘅菩提老祖，自己仍唔敢先出手，咁樣好容易俾人哋捉住個把柄。衰菩提道友，我同截教嘅青年道友係好友嚟噶，而我有咩事佢哋都會幫我，所以麻煩你離開。今日嘅呢件事我當冇發生過，點樣？姜石而家都冇晒辦法，抬出截教嘅大旗出嚟，想睇下可唔可以趕走呢個須提道人。須提道人聽到姜石所講嘅呢句話，先係窒咗下，跟住就嘰哩咕嚕咁講道：哦，青年道友，截教二代嘅弟子之前並無此人，而我亦從來未聽講過。應該係啲唔重要嘅弟子吧。截教號稱萬仙來朝，弟子多如牛毛，所以真係唔知道呢個人族究竟係結識咗個咩弟子。而且須提道人都決定咗，渡咗呢個姜石之後，就即刻返去西方度。到時候就算係截教嘅通天教主，亦唔會為咗門下嘅一個弟子嘅朋友過嚟西方教度要人。諗到呢度，須提道人再次開口講道：道友確實同我西方教有緣，點解就係睇唔穿、睇唔透呢？姜石嘅心入邊都係涼啊！呢一個須提道人睇嚟唔會放過自己。